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的吗？加油！第二首歌要胜利。你要抢一下首胜，对不对？谢谢小雨。你的换气很漂亮，这首歌的吟要吟在换气，因为这首歌呢已经平铺，伊无真大的起伏，伊无真济的技巧，但是伊的技巧，老歌的技巧真济，拢伫迄个换气换气的所在，哎，安尼轻声细碎拢无互听到迄个感觉，都安尼尔，你才有可能会赢，所以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。小雨，老师好。哇，这首歌很复古，很复古哎！我觉得要把这个味道唱出来不是容易的事情。那你真的是你的声音真的是可以又现代又复古，所以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表现的也很棒。谢谢老师，加油加油！小雨就是我觉得很恐怖最恐怖在哪里呢？这首歌就像一个刺绣一样，是你在刺绣的时候把这个心刺上去的时候，又要细，又不能有太多就是勉强用力的表情哦。但是这一点就差一点点，你还是让我们看到你很用力，要做出那个细腻，但是这样就会破坏这首歌。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